地位，讲台语，提百万，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咱的孙家。有嘞有嘞，大船入港，顺啦！好，孙啦，来第二组的来宾，欢迎咱的讲家。上山落海，拼地赢100万，无得惊。对啦，无得惊啦，来上擂台啦！正，来，说你，大家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来，咱第一组的来宾哦，咱队长来啊，尤安顺哥。你好，大家好。真正好朋友来啦，真正是好朋友哦，拢阮宜兰人，因为孙哥即马是半宜兰人啊，是，你半用宜兰宜兰人，说游的人未少呢。嘿，啊，毋过跟我无关系，我是放回来游啦。哦，你是游咧？我是游了较慢啦。有伫阮罗东去啊，就对啊啦。对嘿，好来介绍咱的队友哦，来，这阮的发哥啦，发哥啊，伊姓张嘛吼，对啊，自我介绍你做啥？我做车床的，做车床。做车床的，赞，是，啊，这个叫阿高，阿高。哎，自我介绍你做啥物的？做环刷的，环环刷，刷知影啥物件嘛？做无啊的啊，叫铸造。系啊，哦，无啊，对啊，环刷，哦，迄无简啊单。咧，阮咧小简干的，啊，做啥嘿，我是伫卖迄个卫浴的，嘿，有折啦，有折，厉害欢迎，即马这是全部拢伫咱罗东熟悉的朋友。对，这拢是我一个阿里不达的。好，啊那这边的就是少年代哦，少年代好来介绍你去。是，刷到咱这边的队长呢，就是咱阿姊进前的后生啊！欢迎咱的队长董进哥。你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刚。你好。嘿，真正阮进前的后生啦是，不是？嘿啊，真正几档啊， 10几档啊，哎呦几档啊。样子伊个细汉朋友的时阵哦，拄啊出社会，拄啊来咱即摆咱演艺界时阵，新人的时阵，是，哇，真紧的。好，来介绍你的队哦，友。这嘛是阮的拢演艺界新人，新人啊，自我介绍一下来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玉山，啊，今日甲小刚做回来参加比赛，摕奖金。哎，台语袂歹哦。哎，台语讲了袂歹啊，我是南投人。南投人赞哦，是好，欢迎你来个啥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子晴，今仔日嘛是甲小刚来比赛，啊，希望吼咱这队会当赢。哦，自信上好，好，欢迎你哦，来个啥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康清，这是我第2摆来啊。乌藤，哦，清，哦，坑新买在你会使叫我车里啊，车里啊，较歹的啊。是。第1摆来的时阵，我台语真正是就无认真的，但是这摆来哦，我台语有小可进步一拍。哦，袂歹哦，安尼上好，来遮就是爱敢讲，讲就对啊啦。对。好，是好，欢迎你哦。谢谢。哇，哎，两队哦，其实有咱老婆店的啦，啊，还有咱少年朋友。少年辈。嘿，啊，毋过少人会摕到咱的奖金。初赛。啊，初赛啊，胜利奖金嘛，甲摕到登记啦吼。是。好，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拍车欢迎咱罗公行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公成。台语真丰富，接讲会当互恁赚大钱买新厝。无唔对，你做什么行业？但是拄着拢讲台语的。哦，那晓讲真好。你就通啊，生意就愈来愈好啊。无唔对。好，来，咱真正有100万哦。是的。来100万，看在伫遮。伫遮等遮。哇，哎，阮正的啦。系，甲大家介绍，今日吼是头一摆就是初赛。啊，你若赢吼，就要进入咱的复赛；啊，若搁赢，搁摕到奖金，就要进入咱的决赛。上尾你就总冠军就要摕到100万，另外的100万哦。是。对哦。希望两队拢能看到恁的第2道啦。加油！哦，咱的复赛再过来啦吼。好，来，今日第1回合开始。趁钱哦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是
书大调查哦，是要调查啥货咧？举一个例好啊，譬如讲咱这个眼线笔，这是咪新的物件？嘿，啊，咧台语内底安怎讲呢？所以这就叫台语新词大调查。是，而且哦，阮今日阮两个讲的哦，其实答案拢对，是要看较侪人讲的。嘿，多一个是较侪人讲，是较侪人讲的哦吼。啊，咱分数哪算？咱这回合拢总有3题。3题。你若拢得到，你若拢选到，你就得到上侪6000块哦。哦，当然嘛是跟先甲6000块摕起来，加油哦！对吧？好，来我出题啊！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小丑鱼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小丑鱼哦，大家拢知影嘛吼。这问鱼仔的，拢爱钓鱼仔，拢知吼。比如这边是海花鱼。海花鱼。对，因为啊，你甲看哦，伊个看起来敢有生活，伊拢甲啥啦？你海内面拢甲海龟。哦。拢收做伙啦，生做伙啦，甲海葵拢收做伙。啊，海龟看起来就看，敢若真像花。对。是，所以讲吼，阮拢叫伊海花鱼。是，啊，那我吼是照李明欢啦，小丑台语叫做小偷啊，小偷啊，哦，所以叫做偷啊鱼。哦，到底是字面的，还是我生活当中会当安尼花名咧？好，来看恁的选择哦，来两边请选择。哎呦，紧选哦！阿雄，先一边。哦，分风险甲分贵啊，安尼嘛是叫拢有分啦。对。是啊，我先来问阮这边钓过鱼仔的啦。钓鱼仔专门吼。你有感觉这面色啊面色嘛？对。因为你若是迄个钓鱼仔时阵，有当时啊嘛会钓着哦。会钓着吗？安尼问因就对啊。哦。来，咱选过。其实拢对啦，这两个对，无唔对。啊，跳蛙鱼是感觉，甲这个小丑鱼吼，感觉较像。是。啊，海口人拢安尼叫的。较侪安尼，较侪安尼听到啦。好，来，换咱这边小讲。伊选你呢？哎呀，选你啊，一定要选你啊！头一题就还是选你。你唔惊我骗，因为这两个答案哦是拢对，啊，不过阮两个嘛唔知影打一个较侪人在讲。对。我是想讲海花啊，常常听人咧讲啦。哦，海花。我唔知是唔是讲这种戏。哦。我是感觉海花，常常听人讲，我就是讲好，无就选这。是，我感觉抽啊戏较歹念，反正大家无啥会晓讲。因为插水啊，是出海钓鱼啊，拢会学迄什么外号，较顺口的，较好叫，安怎？较好叫的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哦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答案伫阿雄这边。可能少年的较无咧讲台语，唔知影讲小丑台语安怎讲啦吼。啊，咱台语一般是讲小偷啊，简单讲偷啊啦。哦这种鱼吼，咱台湾即马有人专门咧人工栽培，即马佫栽培一种新的品种吼，是黑色甲白色的，叫做灵牛鱼。乳牛啦。对，因为黑甲白，看到敢若灵牛的色。啊，所以咱台湾外销足济，可能大家都唔知影。啊，咱台湾有人工栽培这种跳蛙鱼。啊，咱看这个比例吼，跳蛙鱼是有61%的人选的，因为讲因讲这个鱼，啊，这个海花鱼敢若38%尔，哦，所以比例上来讲就是跳蛙鱼是咱今仔日较侪人讲的迄个方面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第二题啊哦，来，咱先请出销。好，来啊哦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松板猪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松板猪，来，美秀这边是梨盐吧？是，因为这块吧吼，确实也是可能猪内面算讲是上好食的，上顶贵。听讲哦，有一对翁仔某食到吼，哇，冤家相拍，咁要相杀啊！两人相因支为上好食嘿，就敢若这块尔啦。哦，有影佫话就梨盐啦，所以个叫做梨盐吧。为着一块猪肉梨盐。有影有可能为着1块，咱就通梨盐啊！你哪有一块猪肉咧？是不是？所以美秀这边是梨盐吧？是。啊，那阿雄我这边叫做六妞吧。六妞。嘿，因为吼，若有咧菜市咧行大，恁应该拢知影。咧猪肉店内底，伊会甲你介绍，这地吼，就是伫咧猪的脆皮，甲这颔棍啊中啊吼，正平倒平拢干那一地，加起来差不多500公克、600公克左右，就是6妞左右的肉啦。是。因为一只鸡唔管偌大只，都是6妞，所以伊就叫做6妞吧。上好食迄上顶贵哈。无唔对，上顶贵是我的梨盐肉，啊是我的6妞肉咧。来，两边咱请选择。美秀、阿雄、演一边。
哦，爱算哦，哎呦，看法无共啊哦，这边即嘛无甲风险拢分开啊哦。这边这想要离言吗？来，真正要离言嘛？其实这个离言无关系啦，啊不过。大部分哦，咱咧买的时阵哦，咱去猪肉店去买物件，讲哎离盐肉来者，咱较侪人安尼讲啦。六两肉嘛是有啦，是讲六两伊可能迄离盐肉吼，加起来无一定是超过六两嘛，啊是迄是一个简称啦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发哥啊，你想是安尼啦。来咱这边六两肉的吼，咱来酸的。我感觉因讲了有道理。但是我是去买菜的时阵啊，甲阮母啊去买菜，我听过，嘛听过六两肉吧。哎嘛，阮母啊拢讲哎六两啊，够有无？哦，嘿，伊就直接甲头家安尼讲，甲头家反复。嘿，啊，就是无一定大细地。但是拢知啊，差不多都是，嘿，啊，就也是一个顺口嘛，就是六两的有无？我是听过六两啦，六两。啊，你盐肉我唔捌听过，拍无菜我知啦。我嘛是知影六两肉啦。我感觉讲六两较对，但是离言对，可能唔是我这个年纪的。意思就是讲。我咱今晚是要选上侪人讲的哦。餐厅食物件嘛，头家嘛安尼讲的。哎呦，对啊。餐厅头家哦，国际嘛安尼。来，咱来看一下，到底是我的盐吧，还是我的六两吧咧？嘿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答案是。这条的答案吼是伫个米寿这边。啊，这应该是在来就有这个讲法啦吼。是。老辈拢讲离盐肉啦。啊，即马少年人可能会较去讲这六两肉。拄则讲的讲，伊两边吼厝落来，差不多是500公克，所以一边因若拿500公克才12两嘛。啊，若一边一地，所以一地是才6两啦。所以因会讲六两肉是这原因啦。啊，少年人唔知影讲。过去老辈讲离盐肉，啊，因就是照重量去讲六两肉。啊，不过若照咱调查的结果是，离盐肉有54%，啊，六两肉44%，所以差10%伫咧啦。哦，所以离盐肉要是较侪人讲。好，来，搁刷入去哦。加油哦！哦，拼一下，先甲初赛睇起来。来，咱先请出销。出销。来哟，上尾一题哦，老师咱请出题。好，请问吼，啃老的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啃老，米寿这边是蹭老，蹭老，蹭老哦，是安怎蹭？你知道？骨头啊嘛，嘿，咱迄蹭就是，这今日蹭这个骨头配下界，今日蹭个配几个骨头配下界，你敢要蹭老人的皮，连老人的皮拢要甲蹭下界就对啊啦。哦，就有迄个形容迄个画面呢。是因为啃嘛，啃就是蹭啊，哈，对，所以米寿这边是。蹭老哦，阿雄我这边是客老哦，蹭甲客其实差不多，嘛是摕一块肉起来哇，你啊客，就是甲食好清气安尼。是啃老应该就是用客老啦。来，咱两边请选择，米寿阿雄边一边。来，风险袂当分开哦。分开上无就1000哦。发过讲一下。介绍听过应该是拢。老一辈拢讲客老，好来，换咱这边的，干的无得搞的。啊，可能我比爸迄个少年一撮，所以我听到的拢是用蹭的咧。哦，其蹭甲客敢差不多。你讲我这较老个对。啊，等下我们再杀人就1000块。今晚哪去我你就甲拍。反正有1000呢。无唔对。好来，换咱这边讲的。较早细汉时阵，出来食饭嘛，对。啊，阮出来时大拢会讲，啊，你这骨头甲蹭互清气，蹭互清气，蹭咧，啊盘就会使收啊。我是感觉蹭老是蹭，就是我是感觉较亲切啦。迄个动作最后拢听这啦。啊，客老我是唔捌听过。阮是
我阿公吼有讲过客老这个词，所以我感觉是客老才对呢。是用骨头用切，用K骨头。对，像小老鼠哦，摕一袋咧，嚓，一直甲食咧。因为阮这边拢较少年呐。是我唔对啦。不过伊迄边阿公有讲过，听过阿公讲哦。阿公的话。对，伊是阿公讲的，应该拢对。嘿，只是讲咱两个答案啦，拢会当讲啦，只是讲打一个较侪人。较侪人咧选。好，来，咱看一个哦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哦，咱这条的答案哦，是伫美秀这边。啊，这个客吼，甲蹭吼，拢是咱咧食物件的一个动作啦。啊，这个客听到较粗残，因为咱一般讲客是讲伫肉骨顶面吼有肉要甲刻落来，所以甲迄个骨头的顶面的雕伫骨头顶面的肉拢甲刻落来。是。啊，这听到较恐怖。啊，若蹭是对迄个芳内面吼，就讲咱食鱼啊、食翅啊、食禽啊这种的内面。芳内面有肉，咱要甲迄个肉蹭出来，迄骨还佫较老咧，迄壳还佫老咧。啊，所以咱对老大人吼，毋是全部要甲蹭甲，要甲迄个刻甲无去啦吼。咱干那甲蹭伊的中间的一寡较麻油啊，有通食的物件，甲蹭出来安尼尔啦。哦，所以命还佫较老咧，啊钱甲开去安尼尔啦。是。啊，听到较袂较恐怖。啊，所以结果是，咱调查的结果是，蹭老的吼有65%，哦，啊刻老有34%。哦，所以比较上，大家都感觉唔通较粗残，蹭得好，莫甲客。好，来，咱今晚来看一下分数，看阮孙家。孙家今嘛有5张。来，咱公家咧，毛2000哦。好，来，今晚咱的第2回合 AI 时光机。时光机，带你看过去。哦，咱今晚要去看过去啊！是。过去有啥物影片咧？哦，譬如讲古早时阵咧办的活动啦、庆典啦、游街啦，还是古早人生活的过程，譬如讲咧田咧做事啦，还是咧工厂内底咧上班啦，或者是以前的建筑，哦，可能旧火车头，还是以前什么总统府，哦，无一定，这就是古早的相片，阮甲变做影片，互恁看。好，啊，咱分数哪算？这回合拢总4题，每一个人拢会使来回答。嘿，啊，一题3000，你若拢摕起来就12000哦。12000，我差起你的哦。先提示哦。好来，好来，咱先讲提示。是，等一个影片吼，要带恁用1天尔，这个时间就会使好环游世界。哦，1天就通啊环游世界哦。没错。好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哎呦，这应该真熟哦。哇，这头远。哎，这非常的明显啊嘛。哦，这，啊，这，对吧？哇，想要到以前就有啊。系啊，你看我生啊就有啊。哦。是啊，好来，咱今日去倒位佚佗。是。汤圆有一座游乐园，伊内底吼有迄个缩小版的世界各国的建筑。你敢知影这个游乐园叫什么名咧？哦，来，伊叫什么名？什么乐园哦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来，阮干的，哈？小人国。小人国，来，老师，小人国对唔对？正确。嘿，来分数。恭喜你了3000咯！这对阮来讲哦，这应该比我细汉，对阮来讲是一种落啊细汉记忆。无唔对。啊，若是对你来讲，你的答案嘛是同款的。小人国，你捌去过？有啊，2届。2届，迄样子你搁细汉还是大汉啊？细汉的时阵。哦。足好耍的，但是即马大汉拢无去过。这是会使讲小人国，嘛会使讲小人国啦，但是袂使讲小人国啦吼。因为小人就是咧骂人的话啦。哦。啊，所以你讲。迄个人人，这2音拢会使讲啦吼，啊，但是讲小莫讲小啦，啊，这是一个过去真算有一段时间吼，伫台湾因为迄阵人较无机会通出国嘛，啊，所以去到遐阵啊，会当去足济无共款的所在，看足济无共款的景色共款，啊，即马就较无遐遗憾啦，因为即马台湾人要出国无遐尼困难啊啦，哦，一方面咱经济较好，啊，一方面过去咱是较无袂当像讲要换外国钱嘛，无遐尼简单，啊，即马咱台湾。
较自由啦，哦，要出国真简单，所以遐就较无像以前遐尼时间。好，来恭喜哦，咱这边要加油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来，即马8000加2000。哎呦，愈差愈济。拄啊，咱主琴起来的时阵，大家来讲哦，卖牛哦，卖牛哦，卖牛。伊即马卖牛的意思讲叫你爱牛。哦好。好，安尼就好啊。不过我来讲哦，主琴真后是因为阿公讲过。对啊。拄爱看你应该捌去佚佗过吧？是我细汉时阵上爱去的所在。对啊，阿高甲介绍咱宜兰倒位好佚佗好食的。带你去跳海，无啦，转海边啦，转海边。跳海无啦，你有介钓鱼啊无？我袂晓呢。哎呦，哥哥啦，哥哥甲你教啦，我教是，恁有定定去钓嘛吼？恁去倒位钓，海钓？出海啊，出海，坐船啊出海啦。哦，去钓白大。码头啊，车章啊。啊，无钓小竿啊，半暝啊。我较无兴趣。哦。但是迄就好吃的呢。是啊。哦，两时啊，若有闲，通啊去阮遐真侪种暗时啊，通啊出去海钓的，袂歹哦。赞。介绍啊，这真正有影过生活啦。啊，咱这样要过的生活哦，我都唔知影。哦。来看一下哦，来，咱请阿雄来讲咱的提示。是，刷落来哦，是咱基丁的一个趣味的比赛哦。哦，基丁哦，趣味的比赛哦，来，先看影片。哦，哇！哦，我讲咱你啊讲咱真久唔捌看过这样的。对啊，即马足少啊。即马无啊。哇！好来，咱今日要去倒位佚佗咧，咱请出题。是，头拄仔咱影片内底看到是1988年高雄基丁哦，伊举办了一场这款的比赛。你敢知影这是什么比赛呢？哦，什么比赛哦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应该无海去啦。伤大力啦。好，来，咱搞的。搞的是搞的吗？搞的对啊，搞啊。来。放风吹吗？放风吹。老师放风吹对唔对？正确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哥得了3000咯。对，咱对影片内面看甲真清楚啦吼，有足侪风吹。啊，即马咱多数囡仔啦，放风吹拢是去买便的啦。是。伫我囡仔时代吼，拢是家己做的啦。因为当初啊，囡仔无钱啦，啊，出德米啊，啊，甲即个日记纸，较早日记大张的有无？哦，还是讲报纸就会使啊。啊，你甲经好好吼，大咧。哦，啊，有看买你一定买，爱有买你无伊会带啊，你嚟拍。啊，你若一时啊就做好啊，啊了就风较透的时就会使去放风吹啊。希望这个活动吼，通继续办落，因为真趣味。系啊。哦，你若讲甲老爸啊，通安尼佚佗，你讲啊，放风吹偌好咧。是毋是？是咱细汉的记忆啦。哈，好来，不要紧，后手还有2个哦。来，咱今日换人。第3位啊！哦，咱即马共款游玩是2000，哦，咱即马已经拼到11000啦哦。对，差9000呢。是，即马队长甲出来拼，爱加油。小公的，爱加油安尼，小公的。好，来，上位，咱请提示哦。是，刷落来吼，要带恁来看是西仔湾的掠鱼。哦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。哎呦，真正拢安尼呢。西仔湾的掠鱼方式，即马有的所在甲阁有，啊，你敢知这种方式叫做什么呢？来，手着，但是无定义的，来，小公来。哇，拄好我知。早期西仔湾的传统掠鱼方式，请问叫做什么呢？转落来吼，要带恁来看是西仔湾的掠鱼。哦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哎呦，真正拢安尼呢。古早。
这你捌看过吼？有吼，好。我嘛咧算这，你嘛咧算这，即马够。你嘛咧算这？我家己去偷厉害。哦，啊，这唔能讲，唔能讲，嘘，偷厉害唔能讲。好，来，咱要出题啊！咱今日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咱早期西澳湾的掠鱼方式，即马有的所在甲搁有，啊，你敢知这种方式叫做什么呢？是什么方式呢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。阿公，哎呦呦呦呦呦呦！讲个手了，讲个手，你来，手着，但是无感谢。来，小公来。哇，拄好我知，看歌，唔是看歌，应该是啊。啊，你有去过吗？你有去做过？正有去翕过。哦。宜兰迄边嘛有人咧算这啊，嘿，宜兰嘛有人，是伊即马是较进步啊，拢是用迄什么。无人机飞出去，放足远的，几有种啊，几有种方式，是，嘿，嘛有人像较早，足侪人去，嘿，台东迄嘛有，嘿，足侪人，过船啊，划船，嘿啊，过船啊，过船啊出去，嘿，啊，游的，慢慢游的，所以你的答案是看歌，应该是。好，来，老师看歌对唔对？正确。Thank you。哎呦，对你有提问啦，来，咱分数。恭喜你就3000了。啊，即摆还阁有人咧做啦吼，不过愈来愈少啊，因为即摆可能较近海吼，无遐济鱼啊啦，以前较济鱼啊，啊，这爱先去放歌啦，就是讲迄歌爱较早是用船啊，伊拄则讲有个人即摆用迄个无人机吼，不过以前是用船啊出去。啊，甲迄鼓放落以后，啊，迄啊去另外一边以后，是啊，迄个佫甲迄个锁啊牵转来吼，啊两边的人，同齐个游转来，啊较早这个你若有捌着锁啊，你就会当分啦。哦，啊较早准来讲一个查某人大巴肚内有囡仔吼，伊就分2分，因为算2个人赢。所以这是足有真正味的一种掠鱼的方式啦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上尾啊一位啊哦。来，咱今日换人哦。系甲阮扭一个啦吼。好来，上尾咱请提示。刷出来要带恁看是咱台湾的银座。哦，银座哦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哇，古早！哎，这我阁有印象呢。哦。哇。这是倒位。哇，阁有电话条呢。哎呀。哦，有看到什么特别的无？有啥哩哦，有啥哩哦。哦。我不看到。台湾的银座哦。银座。好，来手放好好哦。好。来，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咧？来，上个请出题。是伫咧日治时阵，哈，就日本时代啦，吼，咱这个所在呢，有足侪咧卖迄个过咸水的大卖店，所以互人号做是台湾的银座。你敢知伊是倒一个县市咧？哦，倒一个县市哦。来，咱请手答。算你知影？来，你讲一个。县市，县市哦。是县市。较往北边。系啊，台北。国家往北边。家人。哦，你家己有一个。你讲到位。家人。好，来，老师家人对唔对？正确。来，分数。恭喜你就3000咯。嘛是真好哦，分数又起来啊。拄则讲过咸水会吼。啊，要过咸水还有港啦吼，啊，家人北部拄好是一个迄种个天然的港，就是伫家人啦。啊，日本时代吼，啊，日本人真爱住伫迄个海边啊啦，吼，咱即摆讲海景第一排，啊，所以家人的扫船头，即摆中正区遐吼，有足侪高级的主题，啊嘛有足侪伫卖即种外来货商店，啊，当然即摆无请老者啦，不过以前迄个日本人住伫遐吼。迄个是一个足老者的所在，是，啊遐遮就是家人。好，来分数嘛是够有好多啊，唔过拼起来啊！拼起来，好，来看一下分数，看阮孙家。孙家即嘛有11000。啊，阮公家咧。啊，即嘛有8000咯。继续搁拼，今日第3回合2家来拼台。
第3回合2家来拼台。哎，哇！我讲啊！出来问号8提示，问号到底是啥咧？问号就是代表无同款的奖金。奖金伫内底是少少啊，是1000、3000、5000，啊那上最就是1万、12000、15000。好，来，咱提示讲一个8提示。是酸乌搭、酸乌搭、煎、好食、豆粒、笋、百蟹、鱼啊，平安。好啊，毋过有一个机会，就是讲，哎呦，要救人哦，你若袂晓，队长若袂晓，人讲救人哦，咱就有机会通啊回答伊的迄落答案，吼。啊，搁一个是咱的分数较少的人通啊先选，看通啊先选就15000无，这算你真幸运啊！对，我分数莫怪。你会使互阮。啊，不过我先甲你讲一个吼，咱这个回合真紧的变盘。我知。啊，咱较加油的哦。选好，来，小公你先。要选倒一个？选倒一个？你感觉选倒一个？选你较会晓的啊。我是感觉无。好食。好食，先来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好食的奖金有偌济。哇，真好食哦！好食袂歹，有值钱。来哦，一定要甲摕着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有一句俗语就咧讲，别人好食莫分翁，伊形容物件真好食。啊，你敢知影别人是咧讲一款鱼啊，还是一种菜色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别人，时间要到，起来！来，我的答案是一种鱼啊。你捌听过吗？唔捌，唔捌。我是用药的。用药的。对，但是我是感觉较早的时阵，鱼啊是肉拢较贵。嘿，参像拄啊迄梨园吧，对无？当然就是应该是较贵的物件啊，好食的卖分互翁啦，家己食。安尼有道理哦。是一种手法啦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这款鱼啊，对唔对？对。别人就是即马华语讲竹夹鱼啦。这种的鱼啊，算价钱无讲真贵，啊，不过伊的营养价值真悬，啊，真好食。你若去家人哦，会当买到活的，啊，所以人讲别人好食唔让翁，就是讲食对足好食，无爱翁食啦，家己真食来讲。那安尼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来，唔免演去哦，15000还袂出来，9000年呢。只是变盘尔。对啦，咱个变过来就好啊嘛。好，来，要选倒一个。要选啥个？倒6啊。啊？倒6啊。好啦，倒6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倒6的奖金有偌济。倒6，这个阮甲你一班啦。炊仔饭，伊上重要的特色就是饭内底爱掺荷仁豆啊，也是爱掺土豆粉的。若袂晓吼，求救，记得起来，破救人。哎呦，来，我是感觉荷仁豆啦。炊仔饭的特色就是饭内底爱掺什么咧？好啦，倒6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倒6的奖金有偌济。倒6，这个阮甲你一班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婚林倒6有名的食物叫做炊仔饭，伊上重要的特色就是饭内底爱掺荷仁豆啊，也是爱掺土豆粉的。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来，若袂晓吼，求救，记得起来，破救人。哎呦，来，我是感觉荷仁豆啦。荷兰豆仁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荷兰豆仁对唔对？啊？什么啊？来分数。叫伊得了1万哦。台语一般讲这荷兰豆，无就讲荷仁豆啦。啊，这就是因为这是外国进口的，本来咱唔是咱原生的啦吼，对外国引进的物件，
咱台湾人拢安尼讲，伊会当含豆芽做伙食，嘛会当干那掰迄个钱出来食。伊若你甲楼骹算较刮去吼，迄个内面较甜吼，内面的豆仁掰出来吼，伊迄掺入饭内面吼，足水色的啦。所以伊迄饭炊饭内面有足侪无共款的料，其中有这个荷莲豆仁，看到较水色安尼。够有万五，来，小公要算多一个，我是感觉百岁啊，百岁好。百回好。嘿，可能先甲家己知影，今日算起来。嘿，可能会较知影好。百回公司好。百岁哦，我是感觉安尼啦。来要百岁吼。好，好来，百岁奖金有偌济？哦，这百岁嘛真贵呢。对啊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有一个今嘛真闹热的百货公司，其实以早是感觉的所在哦。伊是宜兰的新艺广场，还是台中的拉拉铺？好，来60秒的时间。哦，以前的感觉哦。系啊。5、4、3、来，今日起哦。 哦，哎呦，来，是宜兰来台中的。若是拉拉铺的话，阮应该有听过。嘿，我是感觉台中应该较无可能吧，因为伊较新嘛，拄开无偌济年，应该是若是宜兰，我感觉是宜兰。好啦，我就选一个，好，宜兰，宜兰的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宜兰的新月广场对唔对？ 来，分数，恭喜你了7000咯！即马宜兰市吼，伫个老市区吼，拢伫遐做一寡新的规划啦。是。所以有一寡过去的所在拢改做一寡新的，像讲伊有即马有足侪什物新的卖场啦啥吼，这就是过去的一个家业吼，即马共改建做一个新国广场啦，吼，算一个新的老一个所在。所以这是因算讲旧市区搁再做的一个做法啦。 所以，互迄个市区看起来继续新的，继续水啊！谢谢老师，来，今晚换孙哥啊！孙哥加油哦！好，来，旋罗打，旋罗打的奖金有偌济？万五！来，这真正一定爱甲讲对哦。对啊，对。哦，万五一定爱记着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 请问台湾有真多外岛，有绿岛、兰屿、小琉球、龟山岛等等。你敢知影倒一个是唯一的一个旋罗打岛屿咧？好，来60秒的时间。旋罗打岛屿啦，岛屿。打。你也5、4、3，外岛足济哦。对啊。啊，因为我敢若捌去过出外景。 绿岛甲小琉球其中一个。哦，安怎讲？安怎讲？是。因为绿岛是敢算珊瑚礁吗？应该是真有可能啦。小琉球伊个高雄佫出去，真正有较困难。伫咧东港外口啦。东港外口。你选两个，一个咧东边，一个咧西边哦。对啊。这两个你，一个三个你的哦。可能是病货。 好啦，就绿岛啦，我定啦，改变哦。系啊。哦，我到啦。来，绿岛对唔对？哎呀，小琉球吗？唔是哦。好，不要紧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对，咱台湾唯一的这个旋罗打的岛就是小琉球尔，敢若这个是尔，剩的拢唔是啦。我是拢唔捌去过啦吼，所以去过人应该有看过，因为这内面吼，这个石头都是真济，咱讲古老石迄种的，迄就是迄个旋罗打啦。不过敢若这个岛是尔，剩的唔是。万五啦，万五不要紧，后万里，咱哪里讲嘞？好来讲诶，鱼啊，好来，咱来看下鱼啊，奖金有偌济？ 哎嘛真济哦，他去就对啊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若是去钓鱼，今仔日钓到真侪鱼，会当讲是鱼啊大家，还是讲鱼啊大生呢？好来，60秒的时间。哦。来。哎呦，因为我知。伊嘛咧出海，伊嘛咧钓鱼啊。浪费时间啊，大家。
大家大家，是。好来，鱼啊大家对唔对？好来，奖金。恭喜得1000咯！袂歹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咱钓鱼吼是用迄个鱼字吼去生迄个鱼仔来食啦。啊，伊若食咱的鱼字的时阵，咱像咧加啦。啊，所以一直加，咱讲今仔日鱼仔大加，就讲一时啊就去钓一尾起来，一时啊钓一尾起来，安尼讲鱼仔大加。谢谢老师。大生嘛袂歹咯，鱼仔一直生。哎，但是大家应该真爽快吧？迄几工。哎呀，哦，你看了你就开欢喜呀。好来，即马上欢喜，既然万里你就甲摇出来。加油！开始啊！嘿，换你啊！顺啊！好来，咱来看者顺的奖金有偌济？5000，他给个哦，我拼起来哦。有机会哦！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人若过身了，每7工都爱做巡，你敢知上济会当做到几巡呢？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这嘛足难。每7工哦，来。7巡。好来，确定哦。好来，7巡对唔对？过去吼，人若死吼，咱爱安宁啦吼，啊，每7工吼爱甲旁边爱拜拜啦吼，啊，这咱叫做做顺嘛，这叫做做7啦，哦，啊，就因为7工嘛，啊，做7摆就749工啦，啊，这过去传统上就是相信讲，这个时阵人拄啊过身吼，还搁伫厝呢，哦，伊的灵魂还搁伫厝呢，所以咱甲拜饭也来食啦，啊，所以爱做749工，所以是7顺来讲7啊。来，多两个。小讲啊，你两个哦。平安吗？平安吗？好来。但是我是感觉，算你感觉。即马是你赢嘛，对不？对。甲你正。好来嘛，这个奖金有偌济？哇！3000赢嘛是兵啊，无赢你就输。对，3000啊。你嘛是兵啊，无掉就万里这边袂晓啊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兵又对。请问台语词内底剪柳啊是咧讲什么款的人呢？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知啦。哎呀，你嘛知。剪柳啊。好来，你的答案。我小可无确定呢，但是有啊，这听常常有讲哦。哎呀，剪柳啊，你有发过救人啊吗？有发过啊，发过啊，两边拢发过。剪柳啊，加头毛的人吗？加头毛的人，袂歹哦。哦，加头毛的。哦，我剪柳啊。想想想袂起来。今日想者，捌看过啲台词内面讲过这无？应该拢有讲过。好啊，都得。好来，今日哦。好，加头毛的啦。加头毛的。好来，咱来看者加头毛的对唔对？剪柳啊吼，就是我讲的扒手啦，讲偷摕物件的人，咱讲坐公车的时候，皮包去剪柳啊剪去，啊，咱就是讲查拉甲我这个皮包偷摕去啦。啊，这剪柳吼，其实是古早话啦，因为你去看早期的白话小说内面吼，迄个真早就有讲剪柳节啊，所以咱家己把这古早话保留落来，到即摆佫讲剪柳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因为伊台词拢真罕你讲这啦，所以讲伊就较唔知影剪柳啊。对啊，剪柳啊。好，来，咱即马看会当平安啦。无要紧啊，万里哦。我无平安嘛，平安啦嘛。来，咱来看平安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万里哦，吼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逐年伫咧10月甲11月的坤新王平安炎祭，拢有真侪信众来参加。你敢知影？坤新王平安炎祭是妈祖的信仰，还是王爷信仰的活动呢？来，有10秒的时间。我赢咯，无要紧。时间，王爷信仰，王爷信仰，王爷信仰。好，来，王爷信仰对唔对？来，分数。恭喜佮加12000咯！
哦，咱台湾吼中南部吼拜王爷的所在足济啦。哦，啊台南遐因为因出盐嘛吼，啊所以这叫做平安盐祭。平安王盐祭啦。哦，所以这是拜王爷啦。哦啊，其实咱讲王爷到底什么王爷，不一定拢共款，但是拢叫做王爷啦。哦，因为无共款的所在有无共款的王爷，但是咱一般拢讲王爷啊，王爷信用嘛是咱台湾真普遍的一种拜拜的一种对象啦。好，感谢老师，因为南昆生嘛。对啊，南昆真啊。好，来看两队的分数啊。哎呦，来看阮孙家。今嘛有38000。啊，那阮的公家呢？毛25000。嘛是真好哦。好，起来来，1秒10,000斤。1秒10,000斤。看图又俗语。哦，看图又俗语，就是讲阮的画一个图，啊，互你用讲这什么会，伊内面有意思，哦，真足看哦。啊，顶悬佫甲你讲几个字。哦，几个字啊，你就真好啊，吼。好来，咱即马看者咱的秒数即马偌济？咱即马是38000，所以就是38秒。啊，你敢有够？无够，佫添30秒好冇？好啦，我这68哦。68秒啊。哦，所以8秒甲打完。哎呦，这熬！手爱较紧，手爱较紧，3地鸟，手爱较紧，手爱较紧的哦。好，来啊哦，来，咱第一题，请出题。这什么所在？这什么所在？李龙院。嘿啊，内底伊咧创啥？嘿，阿姨今晚要创啊？嘿，8字。袂晓剃头，着挂喙手。无，什么着什么手？拢总38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摕到偌济咧？手爱较紧的，手爱较紧，3地鸟，手爱较紧，手爱较紧的哦。好，来啊哦，来，咱第一题，请出题。来，咱请看，6个字。这是什么话？6个字。这什么啊？哇，有西瓜够往来，嘿。红来头，西瓜。看多少？西瓜心。来，进卡啦！西瓜味。哦，听到。哦，听啊。来，咱来看者。哎呦，够56秒哦。这种速度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往来头有西瓜味。意思讲食什么所在上甜啦，内行的啦。哦，内行的人啊。我本来是想讲要问老师，结果你拢会晓。无啦，老师解释一下啦。对啦，应该已经讲对啊啦。讲对啊。往来头西瓜尾较甜啦。第2题较困难啊哦。加油，较大声。来，咱只有56秒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。哦，8字。你看嘛，这是什么所在？这什么所在？李龙院。嘿啊，内底伊咧创啥？嘿，阿姨今晚要创啊？嘿，8字。剃水手，我就看无啥有呢。嘿。下骹迄个图有看到无？有无？下骹有迄个电视有较清楚无？嘿。加，伊要加嘿，对，你头拄有水手嘛？翘脚练水手，有啥物？无过你。哦。什么晓什么安那？晓剃。记咧。嘿。袂晓剃头。嘿。搁啥？安尼这。剪喙手。这是什么？不要剃头，不是。挂喙手哦。什么掉？袂晓剃头，着挂喙手。无，什么掉？什么手？哈？袂挂喙头。好手。好进卡。好手啊！啊！哎呀，无效啊！袂无效啦，太难。没啦。来，袂晓剃头，拄着好手，这就要好啊！叫咱老师来讲者。来，老师这什么意思？袂晓剃头，讲你拄学剃头，拄开始出师要讲剃头哦。啊，剃拄着一个好手的啦。啊，过去剃头毋是干那加头章尔，爱修面。啊，修面就是爱甲伊的喙鬚拢抠掉。啊，你若喙鬚一般人干那喙唇顶面甲下还有刷喙鬚尔，真紧就抠了。啊，不过你若拄着好手的，哇，规面全喙鬚啊，尤其你手若无在吼，已经挂掉。啊，所以要甲修面哦，会足困难的。啊，就讲意思讲，你本来功夫就含慢，过去拄着一个足困难的工课安尼。不要紧。咱上无咱就留1000嘛，搁一题哦，加油！好，来上尾一题，来上尾咱请出题，来请看8字，顶悬是2个迄落咧拄着，嘿啊，什么？这边讲头几天啊？哎呀，
嘿先变先，海有高这先，海西，这真正是真正哟，你看你会啊，先海西高这天呐，好，不要紧，咱嘛是爱去来去迄落啊，颁奖是，来，即马去来去颁奖。来，无奖金咱有奖牌啦。哎呦！加油！好，啊，那这边的不要紧，拄啊有学到无？有捌看过真对吧？嘿啊，你真正拢毋捌看过对吧？较少啊，即马较少听这。较少听这。嗯，对啊。啊，我会晓啊，后盖我都会晓用啊。后盖过来一届都。我跟你讲，从今嘛转去吼，拜一到拜三暗时8点，看公司第一台，逐工拢教你公司。你就通学真济啊哦！欢迎恁个报名来参加哦。好，今日谢谢郭吴老师。感谢咱罗公行罗老师辛苦啦。多谢。专家有地位，到顶变等于。我哋大家拢欢喜再会。感谢，好，谢谢。再过来报名，感谢，谢谢，辛苦，感谢，谢谢，麦克风。